咁同學可以自己點樣善用人工智能呢？我會覺得呢個課程點幫大家呢？就係你要學一啲寫作嘅公式同埋框架，就係我哋第一部分每一節去講俾你聽，每一種作文有咩框架，或者有乜嘢立意你要注意嘅地方。你自己要有一個去分辨善惡嘅能力啦，同埋要話俾呢個人工智能聽，其實你需要啲乜嘢，你要係主導，你命令佢，咁先會有好結果出嘅。喺睇片之前，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咁咧，我哋都不得不講一下，我哋呢一個人工智能評改及改寫中文科寫作係點樣諗出嚟㗎啦。咁其實事緣咧，就係即係我同阿老師有時食飯都會講下而家呢個世界有啲咩流行嘅潮流啦。其實好多年前細個嘅時候咧，我就捉老師食飯嘅時候就會幫佢下載咗一啲新型嘅 app 嘅，包括係 IG 啊、Instagram 都好似我幫你去下載嘅。咁啊，去到而家啦，就係我幫佢下載咗一個人工智能，幾個人工智能。咁我哋就有一日其實係比較隨意咁試下，喂，咁人工智能我哋問佢啲嘢識唔識答啊？咁然後我哋就發現，喂，其實都唔係淨係我哋啊，即係坊間都開始有好多唔同中文科老師咧，都會嘗試用人工智能，甚至係有啲朋友啦都發展咗做人工智能去改文嘅一啲系統，有啲學校都買咗啲系統嚟用。咁我哋呢個課程係點樣製作出嚟咧？都想話俾大家聽嘅。其實我本身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同學作咗一篇文，好多時候咧老師俾個意見佢咧係會俾咗呢篇文應該喺內容上點樣再精彩，但係其實係另外啲人俾佢嘅內容嚟㗎。同學喺嗰個半鐘係諗唔到㗎，或者係嗰啲比喻根本係同學唔識，咁所以同學好多時或者我哋改咁多年中文科嘅作文，我都會覺得個痛點係我哋往往都係或者唔少老師往往都係建議咗啲同學諗唔到嘅嘢，然後就叫佢改善。咁而人工智能今次咧就真係可以突破呢個界限，我係可以透過教人工智能而大部分咁保留同學嗰個原文嘅結構同埋嗰個諗法。咁以至於咧，即係同學可以即係喺自己嘅基礎上，然後原來我原地可以升級。我覺得呢個係本個課程最精彩嘅部分啦。阿浩然老師最能夠打動我嘅諗法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喺評改嘅時候咧，如果運用人工智能可以多一把聲音，因為我哋對同學嘅了解係熟悉嘅，知道佢嘅為人性格，咁啊其實好容易偏心嘅。呢個學生平時好乖喎，我哋有時都會比較寬待於佢嘅作品。但係如果你話揾人工智能評一評咧，佢就係認字唔認人，咁可以有一個比較客觀嘅準則係出現到出嚟，然後同學可以再比較日常作文裏面老師佢嘅點撥同埋評語做一個印證。咁我記得而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工智能嘅發展咧，科興未艾，但係我哋點樣能夠確保到老師亦都有不可磨滅嘅地位同埋價值咧？咁其實可以係握手合作，然後咧彼此將優點發揮出嚟，同時佢都幫到老師改文評文，於是亦都減輕咗我哋嘅部分工作。咁我哋嘅課程配套到底有咩呢？第一部分就係10節嘅影片課程，包括有第一部分嘅基本寫作技巧。我哋會分記描書、話題同埋論説類去同大家解説嘅。咁首先就係同學問而家坊間嘅 AI 到底點作文嘅時候，一般嘅 AI 會點答你呢？咁而蒲偉老師同埋吳老師又會逐一回應一下，到底嗰個 AI 講得啱唔啱？咁去到第二部分呢，就係去到同學嘅實戰啦。咁有記描書啦，呢個話題啦同埋論説各2個示例嘅。咁首先就係同學原文啦，同學初寫篇文，蒲偉老師其實會點評呢？跟住同學其實等唔切，可能學校老師評啦，佢哋自己問 AI 嘅時候，咁 AI 又會點樣答呢？咁 AI 嘅評分嘅裏邊呢，吳老師咧又會逐一咁樣評核下，到底 AI 講得啱唔啱呢？之後我哋就會有寫作技巧同埋有文化嘅技巧去教嘅。咁然後透過呢一啲寫作技巧同埋文化應用，同學其實可以原文已經升到級啦。咁到底個結果會係點呢？蒲偉老師又會點評級呢？咁呢一個就係第二部分嘅內容啦。咁大家只要詳細閱讀咗，其實就會睇到一個人類老師啦、同學啦，同埋同 AI 嘅一個寫作交流過程。咁從而就學到寫作奪星啦、保底啦，同埋一啲基礎嘅技巧。
除咗頭兩部分係一個影片裏邊嘅詳細課程同埋筆記之外咧，其他嘅配套仲有啲咩咧？包括係90日嘅文言名句精讀同埋白話精讀。咁呢部分就係我哋加強翻同學嘅文化基礎啦。咁除咗有我哋選咗嘅句子之外，仲會有老師嘅點評。咁到底嗰句文言係點解咧？咁嗰句白話又有冇啲咩技巧？其實同學可以留意下，有冇啲咩可以用嚟作文咧？咁我哋點一定90日咧？就係希望同學可以咧3個月文言，3個月白話，咁就已經半年肯堅持嘅話，可以腹有詩書氣自華啦。咁去到第5部分就係名人名句嘅實戰例子庫。咁呢個例子庫除咗有我哋精選嘅大概20個例子，我哋仲會將啲例子分類同埋應用俾大家睇。點樣應用俾大家睇咧？就係我哋會有一個示例段嘅，係我哋揀咗今次嘅 DSE 作文啦，同埋我哋會應用咗呢啲名人嘅例子，咁然後就會作一個示例段俾同學睇，再睇下嗰個效果好唔好。咁大家密切期待啦。咁仲有最後一部分咧，就係我哋課程之後應該會有啲相關活動，大家都可以密切期待。咁呢個課程除咗係 DSE 長文寫作課，更加係一個人點樣可以利用 AI 好好學語文、學中文嘅一個課程。咁所以首先我推薦俾中4、中5嘅同學，因為你哋咧並唔係即刻就要考 DSE， 你哋更加需要關注嘅係全人發展。除咗係我要點考好 DSE 咧，更加係緊貼世界嘅潮流。我點樣去用 AI 去幫自己自學，去掌握更多嘅資訊。而今次咧係用中文寫作為例去教你。咁同時你亦都可以掌握到 DSE 點樣去作文所有嘅題材嘅唔同嘅類別。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初中學生甚至係高小學生，如果咧你哋係能夠已經寫到500字左右嘅，已經可以睇到呢個課程㗎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寫作咧啲技巧係相通嘅。咁如果你哋想快啲睇下到底，去到高中我要有啲咩水平嘅話，咁你哋就可以睇呢個課程，亦都可以透過學識呢個課程嘅技巧咧，喺初中嘅時候，甚至喺高小嘅時候，作文已經係有大大嘅提升，無論係真正嘅能力啦，定係學校考試嘅分數。咁另外咧就係家長如果好希望緊貼世界潮流，認識同學到底點樣可以利用 AI 學作文嘅話咧，都好應該睇呢個課程，然後同子女一齊研究下點樣善用網上同埋而家免費嘅 AI 資源，同仔女一齊學習。咁另外咧，我有分精進類啦。其實如果我已經教開中文，或者我係已經對 AI 嘅使用有研究嘅老師同埋教育工作者，都係好適合睇呢個課程，多多交流，亦都可以一齊睇下點樣去用 AI 去幫我哋嘅同學提升中文。咁另外一種精進類嘅朋友咧，其實就係已經上咗好多補習班，或者係經過2-3年嘅訓練，已經好明白 DSE 作文點考嘅同學，未必係中六嘅。只要你覺得自己，我已經上咗唔少傳統嘅中文堂同埋補習班，想得到唔同嘅教材，其實咧都可以睇一睇我哋呢個課程。咁呢個 AI 老師其實我係咪買咗啲好犀利嘅即係付費軟件咧？其實因為坊間真係都好多係唔收費嘅人工智能，咁我好多個都試用，然後就會抽取一啲部分嚟用。咁所以其實最後就係一個問題啦。咁同學可以自己點樣善用人工智能咧？我會覺得呢個課程點幫大家咧，就係你要學一啲寫作嘅公式同埋框架，就係我哋第一部分。每一節去講俾你聽，每一種作文有咩框架，或者有乜嘢立意你要注意嘅地方，你自己要有一個去分辨善惡嘅能力啦，同埋會要話俾呢個人工智能聽，其實你需要啲乜嘢，你要係主導，你命令佢，咁先會有好結果出嘅。咁當然啦，事後咧其實有唔少同學咧就話啦，吳老師你做呢個，我又試下問，佢哋問來問去都問唔到我呢個結果㗎。咁當然我有少少暫時嘅倍感欣慰啦，因為我仲係叻過同學少少。咁其實我稍為叻少少嘅位就係咩啊？其實一個中文老師應有嘅能力嚟㗎，我覺得係就係你要勾到同學嗰個原文或者嗰個作文嗰個關鍵字嗰個核心。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每一位老師之所以叻過同學嘅原因，之所以可以教同學嘅原因。咁我哋都係攞咗我哋呢個能力，我哋對關鍵字嘅觀察，我哋對佈局嘅觀察，然後再去教 AI 學生。咁然後去改善翻同學作文，就有今次呢一節嘅即係呢一部嘅課堂嘅結果啦。係啊，呢個師生相處之道咧，係 AI 所不能夠取代嘅。都係。所以大家共同研習寫作，其實係一種心靈嘅交流。
同埋一個互相喺想法撞擊之下得出嚟一個善意嘅想互相提升嘅效果喺度，而 AI 只係一種工具。同學如果作文有進步，仍然應該大部分感激你嘅老師。咁始終人工智能雖然係源於人類嘅智慧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好多時未必能夠切合你當時嘅狀況，所以咧大家使用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即係批判性啦，批判性嘅思維啦，同埋要有一個即係唔好盡信嘅情況啦。呢個就係我哋拍呢一部節目嘅初心啦。咁我亦都希望咧大家會中意啦，同埋睇下我哋會唔會抽時間拍第2、3、4部咁樣嘅作文。浩然老師咧就係年輕老師嘅代表，我咧就係資深老師嘅代表。呢個今次咧就合作愉快，希望能夠俾業界或者係同學應考 DSE 咧有多個參考。中意名家分析，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支持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